聖經士師記7章第7節，耶和華對基甸說：我要用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們，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。有1萬人仍然願意跟從呢個基甸去做拯救嘅工作，但係神話太多，俾佢考驗。點樣考驗呢？叫佢去到水邊嗰度嚟到飲水。只有300人係用手捧起啲水嚟到飲，其他嘅都跪低嚟飲水。呢啲跪低嘅人，神話唔要。唔知點解聖經冇述說冇講解。會唔會呢啲人係跪慣咗拜偶像等等？呢個唔要，可能係有推測。但係問題就係話神揀選有信心嘅人，求主幫助我哋今日真係願意行喺神嘅喜悅嘅裏邊，喺生活行為上聖潔，造就自己。求主幫助，願意主使用，願意被主使用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